大家好，好运动时间又到了。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运动啊，还有俺的地仙老师。好，俺家大家共下来运动。俺呢，嘅运动呢，可以用当多的方式哈来同乡亲朋友讲。怎样来做？哈，怎样来对身体好？跟人哋背部按摩、扩胸呢，还有铺垫，哈，我们可以做的哈。也像地仙老师做示范哈，头拿向那边，头向这边，好，趴着，蛇式，趴下去。向那边好的啦，头拿向那边好的，头向那边好的。啊，你看较清楚，啊，本乡亲朋友看较清楚哈。好，人家铺垫起个，假使讲那个水木啊，乌卡，那水木啊，哦，面床一硬的哦，做唔得样呢哈，那样的做背部扩胸啊，背部按摩的动作哈，那蛇式啊哈，蛇式，第一两脚哈伸出来，好，第二好手先不用肩膀前面，好，吸气抬头，好，那呢？头拿放起来，迄个人家背囊就可以被扩胸的哈，就做的被扩开。好，慢慢上来，吸气，放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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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就可以老那个呀，整个胸部打开来哈，做到背部的按摩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回去，慢慢还原，放松。好。嗰個呢，假使講有瑜伽磚啦，也係講枕頭咩做得啦，哈，給安尼毛巾咩做得咩，好，你就是可以手不用多了，扳着它。好，鄉親朋友，那瑜伽呢，瑜伽的動作、擴胸的動作，那不要預防，哈，人家彎腰駝背，當多東西可以聽數啊，你有一個輔助的話，哈，你做起來會知道講較順暢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上來。好，你就知道讲压在瑜伽砖呢，你会知道一直来，会不会？好，够扩胸，好，胸仰哦，胸仰呀，背部得到按摩。好，那呢一挤压一拉伸，一挤压一拉伸，就很多按摩没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气转来哦，不用放松，手放在腰上，弯曲。好，做好些呢，放松呀腰，放松呀背，放松呀肩膀。好，不用强松。一个动作哈。差不多做3多，重复做3多，好，好，听到了，来扩胸，再来，好，同样啊，乡亲朋友先加下手哈，来到圆圆的地方，手来到圆圆的地方哈，啊，胸扩开，额头贴地，好，各位呢还可以加强版，看人脚叠在一起，好，人脚呢可以按呢，好，老娘的好，你手弯曲，脚叠在一起的意思是黑老所有的能量集中到两个中间呢海底轮，哈，老给有力气的哈，老家的安尼上半身延展上来，好，吸气，扩胸往后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乡亲朋友，一个动作哈，很多蛇式，喺个瑜伽动作当中哈，动态的姿势，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姿势，都不卡啊，所以目前啊，好也。憨的哈，做一条动作哈，记得哈，空腹，都是没东西，做唔得吃饱做，吃饱后差不多2点钟，好，慢慢的吐气放松，不用转来，好放松，好，个脚打开来，好，个手放在额头交叠放松，好，做好些呢，老记，好不用强松。刚下应该扩胸嘛哈，呀背部得到挤压按摩，好一下呢就可以老给不用强松，好，各位呢呀脚跟踢屁股，好脚跟踢屁股，不用强松，刚下做一个安尼紧绷啦哈，压力，好弯曲，好左右摇一摇，好松一松，好左偏右偏。好，刚才两个腰部啊有得到刺激跟按摩没哈，个背部没黑啊，个人做按以后啊，那个人讲瑜伽有一句话讲，练功不收功，到老一场空。好，这些你做好要收功要缓和，也做些瑜伽最美老所有运动冇用的地方。好，做些有一个正一个反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享受。
好，各位呢，那加强版哦，哈，假使讲，老师我身体放唔起来，脚无力，怎样的呢？你就用手撑着，手撑在肩膀两旁，好，脚打开来，好，脚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，一滴的放起来，好，放起来，好，脚弯曲，好，安尼通状咩哈，没可以，好，你看安尼胸脯真的打开来。也係瑜伽動作啦，同學們有冇講？老師按難做唔到，冇相干。一年嚟從之前面的動作哈，玉米老師教我呢一滴的進步哈，慢慢的一滴的進步，你就可以做安呢，就可以達到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放鬆回來，一節的把腳放鬆，還原。好，吐氣放鬆。好，你張開試下哈，冇辦法放起來按高。好，冇辦法撐到那麼高，沒有關係，你就一吸吸的來哦，一滴的哈，慢慢的，好，吸氣的時候一半起來，好停留，好停留，好，各位慢慢的放起來，吸氣，好，go慢慢的放起來，go慢慢的放起來，你要個豎掌哈，你要個豎掌從彎曲，好，從豎掌彎曲哈，存出來，好，慢慢的伸直，一滴的放起來，存出來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回來，放鬆還原，吐氣，好，還原，好，同學們有也係蛇式哈，各位蛇式的變化，你做的也給腳彎曲哈，也係個做存出來，好，就做得了。最後，地賢老師給做改刀啊哈，好，慢慢的吸氣。上來，好，要豎，慢慢的豎掌，一滴的，好，腳彎曲，吐氣，好，地賢老師們嘿，好，安尼有接做瑜伽咩哈，接訓練，安尼來放起來去，也得會緊頭，當然腳趾頭末梢也來到了，好，要全部伸展，要全部背部。好，你做下唔會腰痠背痛嘛哈，做的抬頭挺胸哈，那個背囊哈係一個健康的象徵呐。你背囊係講，按呢時候，你看老人家哈都老去嘅哈，就係要按呢彎腰駝背，你都接吸氣擴胸，好，慢慢的吐氣回來，放鬆，一滴的，好，放鬆吐氣，好，嬰兒式休息，一腳彎曲向前，平常你的休息，對。好，做好些呢，你就按呢，好，按呢放鬆，按呢休息，好，也還按的蛇式。那然後呢，玉美老師做個改系列嘅變化哈，有一系列變化，本太給看哈。好，來看玉美老師做蛇式嘅變化哈，一咻，放起來。最前的時候呢，按呢吐氣，好，放起來的時候，你豎肱落呀，你豎掌肱落呀，按呢豎掌肱落呀。一隻手錶我呀，那你就可以有發現我玉美老師嘅胸部，好就挺胸嘅，從前面有安尼係當舒服呢，好你安尼不用等，好頭氣吸氣，頭氣吐氣，好做老平常冇咁樣嘅姿勢，好，當你做變化嘅時候也不用呀，好做腳彎曲，來起來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頭氣吸氣，吐氣，要當簡單哦。好，慢慢的不用強手。好，彎片。好，因為老師做的係老少咸宜啊哈，老人家後生的哈，你只做，你假使講，腳做唔得彎曲，你就按呢，停到要頭氣。好，你假使講，我要做進步的哈，還做得做變化式。好，豎掌。都肩頭的正下方，好，個吸氣，不用我呀，擴胸，好，眼腳可以按呢，可以按呢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不用強手，好，同樣啊哈，喺做好去要記得哈，按呢，哦，放鬆休息，一腳來上來，慢慢的頭氣吸氣。慢慢的吐氣，好，鄉親朋友，假使講哈，好，放起來去，按你來送燈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
脊椎一节一节一节放起来，慢慢的放起来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吸气。好，按来调呼吸，慢慢的调息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玉美老师带本大家的通作。好，他们地线老师嘅休息姿势哈，系预防腰酸背痛啊哈。地线老师一只脚弯曲，一只脚伸出来，加的嘅系休息的姿势，系预防腰酸背痛。好，刚才玉美老师呢做一系列变化，不管你几多岁，永远不嫌晚。不管你几多岁，开始运动，你就开始储存呀健康的能量，储存呀本钱。人讲健康永远不嫌晚。老起的呢，唔是卡苦窗的，唔是坐轮椅，好，做唔会安尼倒球老倒球，好，你同样可以，懂有自信呢，好，活出精彩丰富的人生，好，人家嘅也运动的嘅安尼背部扩胸，你就做到呀。乡亲朋友，我记得玉美老师讲的话哦，共我一起健康，一起到老，安子说。